有冇試過呢種經歷呢？明明冇受傷，但係手踭嘅外側就越嚟越痛。扭毛巾、開門鎖、握住杯或者攞重嘢嘅時候，稍為一用力就提唔起勁呢。你有可能患上咗網球踭啦。好多人以為網球踭只係打網球嘅人先至會有，但真相係90% 嘅網球踭患者都係唔打網球嘅，反而係上班族或者係廚師、家庭主婦、體力勞動者，係屬於一啲高風險嘅人群。網球踭嘅正式醫學名係肱骨外上科炎，係前臂伸展肌腱因過度使用而引起嘅痛症問題。簡單啲嚟講，只要你反覆做咗一啲抓握、扭轉、提拉、支撐嘅動作，呢條連接住肌肉同埋骨頭嘅肌腱就會因為長期拉扯而產生一啲微小嘅撕裂、退化或者勞損。呢個就係網球踭最核心嘅成因。佢唔係突發性嘅發炎，而係長期累積出嚟嘅損傷。網球踭嘅典型症狀有幾個：第一，手踭嘅外側局部疼痛，踭骨節嘅外側突出嘅位置有壓痛嘅感覺，伴隨住一啲刺熱或者隱痛。第二，活動嘅時候痛楚會加劇，當手腕用力向上嘅時候，抓握一啲嘅物品、提重物或者扭轉手腕、扭毛巾嘅時候，手踭嘅外側會產生一啲劇烈嘅刺痛。第三，握力下降，因為肌腱受損，會覺得手部冇力，冇辦法拎緊水杯或者搬一啲嘅重嘢。第四，疼痛放射，疼痛嘅感覺可能會由手踭向下延伸至到前臂、手腕，甚至係手指，或者有時候會向上放射至到上臂。第五，僵硬，朝早起身嘅時候或者長時間休息之後，手臂會容易感到僵硬，活動嘅範圍亦都會受阻。網球踭容易特別出現喺一啲長期用手、反覆用力嘅人群，而所有高風險嘅族群入面，每日辛苦照顧屋企人嘅護老者，更加係容易被忽略、容易受傷嘅一群人。每一位護老者嘅雙手幾乎24小時都係為緊家人付出，冇一個真正休息嘅時間。攙扶長輩由床上面起身，抱住長輩移位轉身，提起一啲沉重嘅輪椅，清洗衣物、買菜拎重嘢、準備三餐等等，每一個動作都不斷拉扯緊手踭嘅肌腱。接下來呢15分鐘，我哋就會由成因、症狀、自我檢查到完整嘅居家復方計劃，一步步咁樣講清楚，幫你遠離網球踭嘅困擾。手踭痛嘅原因有好多，我哋又點樣確定自己係咪有網球踭呢？首先教大家幾個喺屋企就可以做到安全又簡單嘅自我檢查。首先第一個，中指伸展測試，將患側嘅手臂伸直，然後用中指用力向上抬起，用另外一隻手施力壓住中指，兩手鬥力。如果手踭關節嘅外側出現明顯嘅疼痛，可能就係網球踭啦。第二，手腕伸展測試，握住拳頭，將手腕向上彎曲，手背朝向自己，用另外一隻手握住拳頭，唔好俾佢抬起，手腕用力向上挺，兩手鬥力。如果手踭嘅關節外側出現明顯嘅疼痛，可能就係網球踭啦。第三，拎重物測試，手臂緊貼身體，手踭嘅關節彎曲，手心向上，拎稍為有重量嘅物體。喺拎重物體嘅時候，如果感覺到手踭關節外側疼痛加劇，極大可能就係網球踭啦。網球踭嘅康復必須按照住急性期、康復期循序漸進，先可以真正咁樣修復咗肌腱，避免反復嘅疼痛。我哋今日邀請咗物理治療師陳生為我哋一齊講解一下居家嘅復方運動。咁喺網球肘嘅急性期咧，咁我哋最主要目標就係可以希望減少患者手踭外側嘅痛楚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有唔少運動或者按摩嘅方法都可以做嘅。咁例如如果患者自己都可以用隻手咧，就輕輕按摩手腕外側呢個位置，咁就可以用呢一隻手啦去輕輕按下呢個位。又或者咧，如果有個按摩球嘅，咁都可以用個按摩球咧輕柔咁樣去按摩呢個位置。咁
咁但係記得做嘅時候咧就以輕柔為主，咁就唔好太大力，咁可能按大概5至10分鐘嘅。咁除咗按摩之外咧，咁患者都可以做一啲簡單嘅運動啦，咁就去促進翻肌肉嘅康復。咁其中一個咧就叫做等長收縮嘅運動。咁患者就可以握住個拳頭啦，咁就嘗試定喺呢個位置，咁就唔需要喐嘅。咁握實拳頭啦，咁然後大概維持10秒，然後就慢慢放開個拳頭，然後就再重複多次。咁喺最痛嘅時候做呢個運動咧，唔單止呢個運動就唔痛咧，做嘅過程亦都可以促進翻個肌肉同筋腱嘅修復嘅。第3，手腕伸肌群伸展，將手臂伸直，手掌朝下，用另外一隻手輕輕將患側嘅手腕向下彎，感受到前臂有輕微嘅拉扯就可以啦。維持10至20秒，每日做3至5次。咁去到康復期，咁當患者個手踭冇咁痛嘅時候咧，咁就可以開始做一啲肌力嘅訓練。咁而家呢一個咧係一個注重離心收縮嘅肌力訓練，咁就可以攞住個啞鈴啦。如果冇啞鈴，咁就可以用啲裝滿水嘅水樽代替。咁咧就可以將個手背屈上去先，係啦，屈到上面之後咧，最緊要就係落嚟嘅時候咧，就慢慢落嚟嘅，係啦。咁而呢個訓練咧就有效可以促進翻筋腱嘅修復啦，咁等個肌肉咧，咁佢會康復得快啲，同埋慢慢重建翻佢嘅肌力嘅。咁做嘅過程咧，最緊要就係落去嘅時候慢慢落，咁先可以做到一個有效嘅離心收縮訓練。咁除咗啱先用啞鈴或者水樽做肌力訓練之外咧，咁我哋都可以將個復康運動融入喺日常生活嘅一啲動作裏面嘅。咁例如呢個扭毛巾嘅動作啦，咁其實都有效可以訓練到我哋手踭外側嘅肌群啦。咁咧做嘅時候，咁就攞住個毛巾，好似平時咁樣向咁樣扭入去啦，然後維持喺呢度大概2-3秒，又慢慢放鬆。咁呢個動作咧，咁做嘅時候咧，應該唔會要有痛嘅感覺啦。同埋你可以重複做大概10至15次。好多謝物理治療師陳生為我哋今日講解咗一整套嘅居家好方運動，大家記得喺屋企多啲練習啦。
最後，我哋一定都要記住，唔係所有嘅手踭痛都係網球踭。如果你嘅疼痛出現咗以下嘅信號，就記得唔好拖延，要立即尋求進一步嘅醫療協助啦。第一，疼痛由膊頭一路酸麻痛到手臂、手指，伴隨住明顯嘅麻刺感，呢個可能係頸椎神經根壓迫，而唔係單純嘅手踭問題。第二，手踭關節出現紅腫、熱痛，甚至係關節被卡住，冇辦法伸直或者彎曲。第三，近期有跌倒、撞擊，手踭嘅疼痛一直持續。如果出現以上嘅問題，就要快啲揾專業人士診斷啦。最後，我哋都提醒各位照顧緊屋企人嘅護老者，喺攙扶移位長者嘅時候，避免只係使用手指、手腕單獨咁發力，嘗試用成個手掌、手臂，甚至係身體嘅重心一起支撐，減少手踭肌腱嘅負擔。網球踭其實非常之常見，只要揾啱成因，正確咁判斷，循序漸進康復，絕大多數人都可以完全恢復，重回正常嘅生活。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助到每一位承受緊手踭痛嘅你，愛護自己嘅雙手，亦都係守護家人最好嘅方法。如果想了解更多唔同痛症嘅內容，就記得留意我哋下期嘅鎮痛秘笈啦。